家好，我是罗生彪。占图古仁波切从印度的甘丹寺来到马来西亚也有20多年了。身为一名西藏活佛，仁波切经常被这个地区的人们咨询的就是如何化解巫术、降头、邪灵缠身等类似的问题。这些巫术和降头在东南亚地区是很普遍的。巫术在主要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出现之前就已经遍满世界了。在文字还没被发明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采用巫术，并运用它几千年了。通常，巫术是用来迅速地实现一个人以普通方法所不能达到的愿望。巫术有很多种形式，它可以是自然元素，比如风、水、火、土的结合，或者是召唤鬼魂，或者是以文字和声音合成某种震动来造成他人身体上的变化。它可以运用地球的子午线、天上的星座和自然界的能量，还有自然界的守护神、灵体和住在山上、森林，甚至是某棵大树的众生。至于巫术是善还是恶的，就要看我们的动机了。如果我们利用灵体来伤害别人，而他也照做了，那就可以肯定他是恶的。既然他有能力伤害别人，他肯定也有能力伤害我们，而且很有可能会这么做。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佛陀不曾教导任何伤害别人的巫术或法门。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对别人施巫术的僧人或佛教徒，这个人肯定是在假冒行骗。佛经里没有伤害别人的教诲，佛陀所教导的一切一定是以利益他人为中心的。如果我们为了短暂的利益而施巫术，这肯定会招惹严重的果报。即使我们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以后更多的问题会接踵而来。一个被施巫术或降头的人，通常会出现几种征兆：一、精神错乱；二、性格突然改变；三、举止异常；四、遇到不可解释的意外；五、莫名其妙的不照顾身边的人，反而去听从外人的指示；六、对一个刚认识的人非常着迷，但又不知道为何。这就是典型的爱情降。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上高中的儿子回家后突然神魂颠倒、茶饭不思，那多半不是中了降头，他只是情窦初开，喜欢上了班上的一个女生，所以开导一下就行了，不必担心是什么降头哈。那以上那6点就是常见的被施巫术或降头的征兆。还有一些人会被邪灵缠身，也就是鬼上身。这包括感觉到有人在注视着他，或者屋里的某个地方有不舒服的感觉。这可能是被某人施了法，冒犯了某个地方的灵体，招惹了地方神灵，或者被曾经利用过的灵体回来讨债。对于这些巫术、降头、邪灵等，佛教有无数的对治方法，不同的宗派都有有效的对治方法。占图古仁波切就建议了一些对普通人或者对那些没有别人指导的人来说比较容易，但又非常有效而且安全的方法。如果有人冒犯了某个地方的神灵，就可以买一些东西，比如鲜花、香、水果、蜡烛、小糕点等的供养品，到那个地方去上供，和为自己所冒犯的事情道歉。这可能是砍了一棵有神灵居住的树，或者没有事先做供养，就在某个神灵的地盘大兴土木。很多这个地区的华人在他们的阳台或屋外都摆着神龛，我们也可以在那里上供。我们并不是向这些神灵寻求皈依，或者向他们祈求，而只是好像冒犯了一个朋友一样的送礼道歉。这是应有的观念，不然的话，我们就违反了我们所受皈依的戒律。至于那些被邪灵缠身或者被施降头的情况，仁波切说有4种有效而且普通人在没有僧人帮助的情况下也可以办到的方法。情况轻微的话，受害者可以皈依3宝。皈依不是用嘴说说而已，而是发自内心的皈依。由内心皈依，就是放下一切恐惧，并完全的信任佛法僧。还有就是必须严守戒律。
如果破了皈依戒，应该诚心的忏悔。持戒本身就会很有效的防护被邪灵侵犯。能够皈依三宝和持戒之后，我们可以每天念诵一串佛珠的皈依文，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应该试着以慢速度念诵10万遍。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皈依师保持清净的三昧耶戒。如果我们犯了对上师的三昧耶戒，果报将会非常严重，这将破坏皈依的最基本意义。那么念皈依文又怎么还会有效呢？所有的修行和成就将会因破坏三昧耶戒而退转，接下来的修行也不会有成果，直到我们诚心的向上师忏悔为止。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可以在念诵皈依文后再加上心经。心经是观音菩萨在舍利佛的请求下对万法实相的开示。这个在灵鹫山举行的开示结束之后，既受到了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和认可。既然心经教导我们如何破除对世间万象的邪见，邪见也就是错误的见解，这也是众生轮回娑婆世界的因。那心经对于防护害人的东西也非常有效。我们可以念诵一串佛珠的皈依文，接着念诵心经，然后再念诵一串佛珠的心经咒。Teyata Om Gate Gate Para Gate Para Sam Gate Bodhiye Soha。我们也应该每天向我们的本尊或者佛陀供奉7碗水，以累积功德。如果能超过7碗的话，更好。这个心经可以用任何语言来念诵。如果情况非常严重的话，我们可以修狮面空行母心东骂的法门。这就是狮面空行母心东骂。首先，我们念诵皈依文21遍，以寻求皈依。接着念诵宗喀巴大师心咒，或者是莲花生大士心咒21遍，并完全的信任、相信宗喀巴大师或莲花生大士与我们的上师是一体的。既然宗喀巴大师和莲花生大士化身为上师像，那我们会比较容易的把他们和我们的上师联想在一起。如果我们没有上师，我们还是可以念诵他们的心咒，把他们视为活佛般的彻底信任。宗喀巴大师心咒是 Om A Guru Benzadara Sumati Kirti Siddhi Hong Hong。莲花生大士心咒是 Om A Hong Benza Guru Padma Siddhi Hong。接着，我们对愤怒的狮面空行母进行简短的祈愿。狮面空行母是绿度母的愤怒相，能够去除降头、邪灵和障碍。它的祈愿文和心咒是：祈愿文，显赫的金刚女神，愤怒的狮面女，智慧之火光芒四射。狮面女神，我向您顶礼。心咒是：阿卡萨玛ran扎山达拉萨玛拉亚佩。每天念诵21遍、108遍或者更多。接着是狮面空行母，以念诵您心咒的力量，阻止一切折磨我们上师、弟子、侍者的怨敌，逆转任何伤害我们的邪灵、障碍，还有一切持续不吉祥的事物。一群火焰四射的愤怒女神，你们粉碎了所有带来障碍的怨敌的身和语，并把他们的心事释放到法界中。通过念诵您的心咒，请让我平息所有的损害，让我心想事成，并把佛法的教诲和修行发扬光大。以上是对我们的上师的祈愿，然后是对狮面空行母的祈愿和心咒，以寻求对降头的防护。我们应该念诵狮面空行母心咒10万遍，或是直到问题解决为止。以上的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无需特定的时间或地点。最重要的是，我们修这些法门应该有正确的动机，那就是不去伤害或破坏别人，不然的话就不会有效。如果问题还是不能解决的话，我们应该寻求有资格的上师举行仪式和请求护身符。
以上占图古仁波切简短地开示了一些佛教徒可以用来防护降头、邪灵、灵异事件等等的方法。如果我们精进地照指示去做，肯定会很有效的。仁波切说，如果我们造了被伤害的因，巫术、降头、邪灵等才能够伤害我们，而且后果往往和我们所造的恶业相似。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警觉地对我们的上师保持正确的态度，遵守戒律，完成每天该做的仪轨，学习佛法和进行禅修，以转换我们的内心。这才是防护外来的魔和内心的魔，也就是我执的真正条件。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想要学习更多佛法，可以到占图古仁波切的中文博客 www.参仁波切.com/l/cn。谢谢大家。